今日咧，我哋就請咗阿吳德教授上線，同我哋一齊講下香港故事啊！教授你好啊，你好啊，Sarah。係啊，咁我哋先講下外界點樣睇香港咧。最近美國經濟學家羅奇咧，咁啊要出咗一篇文章，話就係舊嘅香港已經完咗喎，仲係建議大家用普通話別片嚟叫香港香港嚇。咁啊，你點睇咧？係咪佢再一次唱衰香港咧？佢講從外資機構嘅高管嚟睇香港變成點啫嘛，咁佢講佢嘅內心世界啫嘛。咁佢嘅內心世界點解咁直咧？就係因為佢以前係香港嘅大好友，亦都係中國嘅大好友啊嘛。只不過由2022年開始咧，佢就觀察到呢個好重大變化，咁所以佢喺2024年咧就開始講啦。因為佢可能太中意香港嗰陣時嘅舊香港嗰個營運模式啦咁所以佢最近係出咗一篇文章嘅，就係好直白啦，標題就係 Yes，the Hong Kong of old is over 咁啊。咁即係舊香港咧已經完結啦，佢譯做。咁甚至乎佢用普通話嘅講音，即係佢唔要 Hong Kong 啦，佢話香港。咁咧即是其實字裏行間，你大家都明白咩意思啊咁。咁你最初已經喺2024講出佢嘅真話咧，就係用咗 Hong Kong is over 嗰個文章啦咁。當時咧，即係嗰啲反駁隊咧就出嚟大聲反駁啊嘛。咁啊2年之後，佢咧就唔單止冇收返，仲講得更加清晰。因為佢之前認識嘅香港喺法治啊、新聞自由啊、國際資本嚟香港啊，同埋香港人講嗰啲香港話係粵語嚟㗎嘛，同埋咧其他啲多元文化喺香港咧，在佢嚟講，佢就覺得咧呢啲嘢已經死咗咯。剩低嘅咧就所以佢話咧，而家個城市就越嚟越似香港，即是咧內地化嘅城市咯咁。係啊，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唔單止佢啦，咁啊，珍珍前幾日都採訪咗面居正教授，佢預見香港未來咁都即係都係好悲觀甚至佢都有喊咗出嚟吓，咁但就覺得香港咧以後就係中國一個省即係多翻少少咁自由度咁樣，係啦，有咩感受咧？你睇完之後，冇啊，咁你即係你就咁唔使講個感受啊，你就咁攞翻佢哋兩位嘅分析啊，咁你都可以揾到佢哋好多共通點嘅。咁佢係專家，佢係咧呢一方面嘅即係嘅權威啦，都屬於。所以佢有3個關鍵點好相似嘅。第一，香港經濟如果從羅奇睇咧，就係高度依賴內地啦嘛。咁當然咧，政府可以話佢咧2025年舊年重奪全球 IPO 榜首，好似好風光咧，用呢啲數字。但係羅奇一嘢就篤爆佢咧，即係話呢啲咧，其實9成至9成半係你哋啲大陸企業，特別係嗰啲大孖沙嗰啲寧德時代啊、立訊精密啊呢啲咁嘅 Momenta 呢啲咧。呢啲科技公司都係你內地公司，咁所以香港已經唔係咧全球你哋成日話全球嘅 IPO 中心，而只不過係中國企業咧出去外邊融資嘅平台啫嘛，用咗香港。